咁我哋做啲網絡鏈計啊，又管啊，又呢度領導俾做網絡呢就幫你計啲計，就幫你嗰度做啊，又嘢啲網絡就管啊，又網絡嘛使用很上網啦，呢啲都個個都見到，只不過啲人，就嚟整啦，俾做網絡啊，只多睇一次又嚟啲手機那裡就嚟係咯，只多使緊。